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狗狗直击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了 Pon Diam 就是饭店了。因为今天直击的行业要带您看到的就是 Pon Diam 管家了。看看哦，这个 Pon Diam 管家好像平常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大明星，很棒吧？但其实呢，幕后相当的辛苦哦。今天就带您了解服务业的艰辛喽。而说的服务业就是服务娘，带您了解。锦丽剑锋准备客人最爱的点心，他是5星 Pon Diam 的私人管家。一般人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太棒了，在 Pon Diam 工作可以比歌迷更贴近大明星，也比随扈更接近正经权贵。只是跟大人物零距离，得要有一身好功夫。嗨，他就是我们的 Pon Diam 管家瑞秋。超厉害的，跟我们一起念一下 Pon Diam。Pon Diam 就是饭店，你看他念得多好，他不止客语讲得好，而且呢，他的英文还有日文通通下照哦，不只有流利的外语，而且他超贴心的。跟我们说说看，这个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？这个工作呢，就是24小时等候客人的指示啊，客人只要一个指示指令，我们就要先去帮他准备好。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服务热忱，他们不但要够贴心，还要会观察客人的眼神跟喜好。到底有没有服务过哪些很厉害的贵宾呢？基本上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一些韩流的明星啊，或者是国家邦交国的元首。那你们会不会追星啊？当然不行啊，我们要保持专业的服务态度。Pon Diam 该管家服务动功夫，怎么说服务周到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样样精通，不够精灵，没有足够的 Pon Diam 经验，真的很难做好这份工作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跟着敏华认识了许多新的客家词哦，在这边明珠负责带大家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饭店 ，Pon Diam。Pon Diam。第二个呢就是服务业 ，phục vụ nghiệp。phục vụ nghiệp。第三个，我们来挑战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就是饭店管家服务很周到。Pon Diam cái quản gia phục vụ đông cung phụ。Pon Diam cái quản gia服务东功夫，这样都有学会了吗？有一点点难度哦，没关系，多复习几次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